为着要传承台语文化，台南一个在地团体台南基本款协会和22间店家合作，因设计台语菜单，希望日常讲台语，把本土语言捡倒转来。大家你好，买一杯拿铁咖啡。人家看菜单用台语点咖啡，即阵伫店内用母语点买通，有的店家甚至佮用大张台语菜单，顶悬有台文机掺着马鸡做对照，为着要互母语莫甲束缚伫咧特定的场所，踮基本款协会参台南无共店家合作，计强体22间设计台语文菜单，头家反应拢真好，因认为用这款生活化方式来推销，有效成少年人来学习。现在很多年轻人拢袂晓讲台语，店内有一个台语的菜单的话，增加大家对台语的迄种讲法。因为就要甲台语甲生活做一个活泼连接，因为大家拢知影台南有足侪好米，嘛是一个足有文化、佮有台湾意识的一个都市。啊，用好料来学台语，希望大家在食好料的时阵，嘛会当透过这台语菜单，会当了解本土语言。这是台南基本款协会发起的台语社会运动，除了台语菜单，伊嘛办亲子文化体验，写饼店的师傅教囡仔传统水果饼安怎做。过程中嘛用全台语甲大家小解饮控西式传承百年的打饼民俗文化，兼甲因相关的台语词类。这是阮遮老生后生的话，每年的正月20迄天爱刻饼去甲庙林的小富万岁去谢礼，主要就是要互迄个市民会当过保庇这细汉囡仔会当平安的大汉。大部分拢唔知影这个文化，所以若有这个推广的话，当然对了解咱进前的文化是一个足好的活动。接做手尾墩，母语爱接讲才会当保存。但基本款协会讲，母语应该落实伫咧日常生活当中，台语复正才有希望。伊嘛计划未来会办不共形态活动，互母语继续正经生态。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。